大基本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有的人个性讲袂顺车，足固执；咱讲这人足铁气，有人讲是铁气当家族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铁气的铁，读讨的铁第四条。读铁这是读白音。咱早讲铁是一款金属，咱讲铁啊，有生铁甲熟铁，另外钢甲铁相夹就是钢铁。做铁咱过去讲是拍铁，牛仔裤有人讲是拍铁仔裤，也个有火车行的路，咱讲是火车路，因为用铁拍的，有人讲是铁机路。另外铁仔做的桶仔，咱讲是铁桶。捧餐机有人讲是铁牛仔，用铁仔来形容一个人的身体真勇，或者是个性真强，像咱讲铁人或者是铁气。也个有脚踏车，有人讲是孔明车、自转车，有人讲铁马，有人说铁，这个文音读做铁。带大家做过来小解这两个词，头一个就是铁骨拉西，这是用来形容一个人散懵散有看板，虽讲散，也毋过说真结实、真勇敢。第二个词读做铁气当家族，有人讲是铁气，这是形容一个人的个性讲袂顺车，讲袂听喙硬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比如讲，你唔通看明生做细粒子，伊是铁骨拉生，身体真勇敢。也毋过一步摆就是铁气当家族，个性唔改，讲袂顺车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铁，这是白音；另外文音读做铁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